林务局最近举办食山主题展览，用好食的料理，亲像是土鸡啊、笋啊一寡农产品，互民众了解人甲自然的关系，鼓励大家同齐维护环境。规桌顶的料理有土鸡、鱼头汤等等，互人看了特别热闹。主办单位希望透过上直接的方式，互民众知影大家平常时所食的物件，参环境好歹，其实有真密切的关系。少用农药，像草生栽培的一个水果，甚至不抽地下水、友善环境的养殖等等，只要大家用点心去了解这个农作物、这个食材的一个生产过程，那大家如果愿意去支持，那就会有更多的农民投入。除了食的物件，现场阁小界，目前台湾各县市野生动物生存的分布区域，提醒民众人参环境共生是真重要的保育政策。如果透过我们不使用农药、不用杀草剂、不用化学的一个友善生产的一个方式，其实是可以造就我们人类在所谓的生活、生产跟生计上面、生态上面几个不同面向共同可以融合的一个区块。石山主题展览自初8开始，一直到24，在新德市将军村展出，希望透过活动，让更较侪人认同对环境友善的天然农产品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